乌鑫去打着陷阱，受伤也是不幸死亡的案件不时拢会发生。为着要减少这款代志发生，林务局即马是有在宣导推广改良式的蜡具。今年6月份，就蜡人伫阿里山去翕到一只乌鑫去吸到改良式的蜡具，尾也真好运，这只乌鑫会当家己脱离陷阱。这只乌鑫伫山路咧行，毋过一个无细字，煞去踏着陷阱，家己嘛惊一个，佳在是平安无代志。这只乌鑫还阁顺续甲石头飞落陷阱遐，了后才离开。其实这只乌鑫吸到的是林务局宣导的改良式蜡具。这种改良式的蜡具，套所的大帮无甲12公分宽，乌鑫的骹部较大，若踏着袂去脱掉咧。你若骹较细块的石虎，若是去踏着，嘛会当脱逃。动物就算着这个陷阱，嘛袂颠掉咧。林务局推动拍蜡自主管理计划。选定乌鑫会出现的热区，甲部落还有农户合作，使用改良式蜡具，提供5000套，互民众免费来换。目前有63个部落一起在推动这个改良式列具的一个使用哦。我们希望说这些部落也把他们使用的一些情况能够回馈给我们，再来做这个列具的一个调整。乌鑫拄着陷阱，还会当安全离开。这个影片是由嘉义县祖族蜡人协会伫阿里山的富野地区翕到的。这嘛是头一届记录到改良式蜡具成功阻挡乌鑫无细字去互掠到。协会表示，大部分的蜡人拢有支持使用，不过嘛讲，伊掠到的几率较低，真需要靠蜡人的经验甲判断。要很有经验，因为他每一个脚步要算得很清楚，你才有办法用精准式列具后，列到捕捉到那个动物。乌鑫着山低调，空喙是深甲见骨，甚至是死亡。引起禁止使用传统蜡具的声音。祖族蜡人协会表示，因的传统本来就无咧掠乌鑫，因认同使用改良式的蜡具。林务局表示，确实有部落反映使用改良式的蜡具，掠到的比例有降低，不过会持续收集地方的意见来改善蜡具，希望未来会当顺利推广到全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新